他诚惶诚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这么好的机缘呢，来到贵单位来这里做了院长，获得非常的喜悦这个呢，这么好的机缘呢，都是沾了我们的天恩师德，还有我们祖师的弘持，以及我们师尊师母两位老大人的大恩大德以前人呢都会给禅师的一个提拔，让我们有这么好的机缘来研究易经的心法，还有道统的心法他要发现呢，来报告易经这个真的是非常困难各位这一次真的非常感恩我们各位请禅师这样最后的一个厚爱因为呢这个化界都是要后变尊师重道的不是说你想去哪里讲就可以了所以我们讲这时间就跟我们的前人呢做报告动作，我们前人呢因为现在忙可以说每个前人每个典禅师呢大部都非常的繁忙，所以呢他现在目前人在我们的印度他开放印度，所以呢就没办法带货水过来，所以他父母呢带货水直接过来不可以所以可能是跟他请示之后，他向货水讲一句很重要的话叫做什么见道成道我都会随便讲一句话就过了不用讲的太多所以这样子或者就过来了所以或者感恩陈老师陈希金老师他向或者提出的时候或者以为说可能还要很久不知道他这么积极哇1-2个礼拜就搞定了所以我们给他一个掌声或者来体会到我们花艺组在办上的人才当中就是这么积极难道呢难怪在台湾目前花艺组是真的数一数二的这个道场了所以这个都是我们需要向各位前贤学习的或者呢先自我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呢开始可能连续有5个多月的一个易经合作班的一个研习或者呢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易经成我们今天呢是第1堂课归教来研究易经的一个好处所在或者目前呢就在那个台南县姓陈和东陈陈呢台语叫做什么胆是什么卦震卦胆属于的震所以或者跟大家讲易经学下去你看到什么都是易经的演化了真的是这样子易呢不是易经易就是道我们那个观念把它走过来就对了你不要说易经就是易经道就是道这样不对易就是道道就是易只是它的名称不一样而已它这个永呢这个永恒的名字呢我们也没有发现说哪里说我告诉我没有这个或许以前他在研读易经还没有去看到对自己的名字非常的不满意为什么你看看永恒金囊殿有没有真的那个写死永恒什么五金行有没有都是这个永恒这个或许是奇怪呢或者老爸为什么不然起一个比较好听一点文雅一点的对不对像孔子他那么好的一个名字出来呢可是慢慢的学习易经之后我就发现各位姐姐有没有发现孔子的名字是3点水的永不是永远的永很少看到这样的名字应该都是永远的永宝盖头的头永远宏大这不是很好吗可是为什么加了3点水因为这个要跟大家交代一下这个是后人的父亲他就把后人的那个电影拿去后面这一根转，结果呢他说这个小孩子硬的缺了水金木水火土的水水代表什么智慧水代表功德所以就说你这个孩子如果没有智慧的话是没有功德的这个后人父亲说这样子那怎么办呢那个后面这一段说很简单就把它浇的水就好了这后
的名字是这样子来的啦。研究易经之后，越看越喜欢这个名字的。所以如果各位学生有没有对你的名字呢，你不喜欢的，还是想要准备改名的，有没有？很多人对自己的名字都很不喜欢，然后喜欢把它改一个，其实不用啊，多学一点。你读了易经之后呢，因为今天要讲易经的好处嘛，你研究易经之后，你就会怎样？很喜欢你的名字的，为什么？因为你的名字可能都在易经里面的哪一章哪一页，真的是这样的，或者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名字在哪一页。而且你看这个名字有多好，对不对？3点水代表智慧嘛，也就是说这个人，你说就是怎样？智慧越大开，然后呢，怎样背了一支有这个智慧剑，遨游世界，永永远远的来弘华真理，永永远远的来弘道一生，这不正好吗？是不是？这要换了。对，这个所有一句之后，整个人的观念都改变了。所以呢，或者有一次我太太呢，要或者说，名字改一改啊，告诉我，或者说拜托，什么都可以就是这个名字不能改，为什么？因为这是使命这样责任重大，所以不能随便乱改好，那今天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插曲。因为陈老师他们都知道或者在讲初级班的时候呢，事先都会非常的故事。这个故事呢，就是蝴蝶的故事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在修办道当中包括我们研究易经当中，都会多多少少碰到挫折，这个非常难的。所以你看看一只蝴蝶它那么小而且呢，它还要经过多少的考验，才会变成一只非常漂亮的一个蝴蝶出来所以你看，它要经过有的一个挣扎，所以我们就讲，现在就好像是有继续在努力。为什么各位讲的那么慈悲，还要设很多的班？比如说我们上次来举办一个民政局的班，再来就是一个班，然后继续可能还会办很多班。为什么要这样子？就是让我们好像一个什么研究，要慢慢蜕变出来。所以读易经有什么好处？就是要让我们达到这种境界。所以呢，然后就来分享这个故事就是这个故事呢，说有一天田友呢，慢慢的他身上呢，就是多开这个小洞了。他刚好呢，就有一个人呢观察到。这个人观察到之后呢，他说：“奇怪，他怎么呢？他要口为什么那么大呢？”他就观察了几点钟之后呢，看他生拿的非常辛苦所以呢，他就做了一个决定了。所以呢，看5点这样子都没有什么进展，而且已经定了前令了，所以呢，不能再前进一步了。所以他就怎样准备有一支小刀。来帮忙这一支田友呢，把它剪一个小洞。这个对我们来讲说，这好像是在帮助他，可是呢，却是在害他。为什么？这个是这样的所以这样把它剪一个小洞之后呢，这个蝴蝶呢就很容易的怎么样挣脱出来了。可是它的身体非常紧缩，非常的小，翅膀呢紧紧的贴在它的身上所以导致会怎么样？所以那个人呢，就一直在观看，他接着一直观察，期待的怎么样？有一个时刻呢，这个鸟就变成一只蝴蝶，展开它的翅膀，非常典型的怎么样飞起来，生产出来。可是一直等，都没有办法看到它变成一只非常漂亮的蝴蝶所以然而这一刻始终都没有出现。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蝴蝶它没有自己挣扎出来，它的那个后翼自己来保护在它的什么身上，所以它的翅膀永远都没有展露出来了。这个好心的人呢，他不知道田友呢要经过这样的一个挣扎，所以他挣扎要做什么？就是这里他要把挤压过程呢，将体力从身体挤压到翅膀来，它才可以脱出的这个蛹壳。它也是就是要经过这样的一个历练之后，它才会变成一只非常漂
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要奋斗，甚至要怎么样增长。如果生命中没有了障碍，我们就很脆弱的，不会像现在这么强健。如果生命中没有磨练的话，我们将永远不会飞翔。所以济公活佛都是一直在这样告诫我们了。所以他说，我们往往都祈求上天给我们力量，可是呢，上天没直接给我们力量，他给我们什么？很多的困难，让我们去克服它。往往我们祈求上天给我们智慧，同等的，上天自然而然就怎么样，多了很多，发了很多问题呢，让我们去解决。所以呢，我们祈求成功，上天呢自然而然的是我们有大脑、小脑，还有强健的这个肌肉呢，来完成我们的心愿。我们祈求勇气，上天很慈悲这个什么各自的障碍，让我们一一的去克服掉了。我们祈求上天可以祈求爱，上天很慈悲就指引了我们去帮助需要关爱的人所以你看，我们需要什么，上天就会这样引导我们去实现。我们祈求荣耀呢，上天也是一样给我们创造荣耀的机会。所以从上帝那里我们没有得到任何所祈求的东西，但是我们得到了所有必须具备的东西。这个是很重要的重点没有，我们各位学姐有没有在上帝那里得到什么好处？好像都没有可是上天冥冥当中就是什么？一切都是上天最好的安排。所以在这考验当中，在这修办道当中，其实我们在这里面增长的人数真的是这样。所以我们的历练了一生的一个什么一个智慧出来的所以他说，毫无畏惧的生活，面对所有的障碍和困境，并且充满信心，你来克服。所以这样子才会变怎么样？从一只脚变成一只漂亮的蝴蝶。所以或者鼓励大家，凡事自己来，真的，因为凡事都能所过去留下痕迹。修道的路不是什么人帮我们的，一定要自己走过。这辛酸苦辣当中，你才会得到真正的价值观。不然像我们讲师，如果讲很多都没有真正的想到自己把它做出来，或者跟你讲，可能是做工厂而已。所以就没办法把它表现的非常好。所以这是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插曲再来呢，我们来研究看看易经到底是什么一部怎样怎样的书本因为易经对我们中国人来讲太重要了。怎么说呢？因为有人说19世纪是英国人的时代，对不对？20世纪是美国人的时代，对21世纪是哪一个法国人的时代？中国人，你都知道吗？请各位学姐我们是什么人？中国人，对。所以后面跟大家讲，好好把易经研究起来。这样我们以后要万国以后去开荒的话，真的非常的方便。为什么？以后你就知道了，真的太方便了所以可以像中国大陆现在还没办法到很多去，可是现在可以到那边讲经说讲什么易经，真的是因为后学老师现在已经在中国大陆出讲了所以就安排第一号飞过去了所以这个人都可以帮助我们来怎样办到人的培训所以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20世纪是美国人的时代所以美国人说的很讲究什么？享受，怎么样？很享受的，他们没有钱去赚钱有些人就是花就不上班了，他花完了第二天再继续怎么样？继续努力，他不会像我们中国人很勤俭赚1块钱就什么存了9毛那1毛把它花掉，所以比较高调所以很少领土像中国人这么勤俭的他美国人不是他赚了多少就花了多少，他也有人在想办法，都是这样所以他们的一个思想逻辑跟我们不太一样。为什么？
因为他们比较重视物质的享受，他们比较没有重视心灵上的一个提升。好，他对物质就闭环嘛，所以现在你看西洋的人很多离婚的，为什么？物质享受到极端就闭环了啦，物质就闭环了啦，所以自杀的也是很多。为什么？心灵空虚啊！他们21世纪是我们中国人的世纪，也是我们中国人的时代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人具有的经典太多，而且都非常的少。为什么这样？像你看四书，考考各位四书是哪四本？对因为实际上后面要来这里报告战兢兢呢，如临深渊啊。为什么？因为呢，知道大家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很优秀的讲师啊。他要讲一些讲师听的话，那个功力要蛮大，不然的话跟你讲这个理解所以呢这样子也不错了，可以去很好。所以你看我们师资呢就有这么多的一个完整的而且还有5经，应该是6经有诗经、书经、春秋、礼记、易经，另外还有一本易经。在习楚王分尸坑儒的时候就把那个什么易经呢整个都烧毁掉了其他还可以找得到，可是易经到目前都还没有人找得到。可是虽然找得到很多版本，在我们中大学都换掉了所以还有现在的中庸正式大学正式包括我们易经的版本也换掉了所以还有怎么样易经正式来产生所以你看它是我们中国人的宝。所以4书5经是谁传下来的？就是当时孔老夫子周游列国68岁的时候他中到了计算，然后呢他知道说怎么样日落西山一点红，时期已经过去了，所以他就赶快回来再诗定语变，所以才留下了4书5经下来的所以你看孔子的伟大何其之大所以我们呢都是非常的敬仰的孔老夫子，因为他就是世界上的一场名声所以真的是太好了第二点，代表中国的3大部诗是哪3部？第一个就是文字，就是诗经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个诗句真的很美有没有所以它代表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文水所以这诗经一定要研究的为什么？当时呢孔子的儿子叫吕李他从那边走过去他说吕小孩他有没有研究诗经他说没有孔子就告诫他不学诗呢怎么就不可以把话讲得很好，没办法把话讲得很冻结，所以就不可言所以那个这时候就赶快去学习诗经礼记也是很好这本诗经是非常诗情画意的所以它代表我们中国人的文学史学呢是诗经所以你看以前的皇帝的旁边都有什么？有手指呢他专门在记什么？记言，也就是这个皇帝呢他一言一语当中所说的什么话他都把它记下来以前的皇帝都是这样子的，而且呢做编呢又要记字，像这个皇帝做什么事情115都把它记起来，所以这个都记在我们的什么《诗经》里面所以呢孔子说在《诗经》里面呢真的非常把它整顿得非常的好所以呢我们有空也可以来研究《诗经》所以在当时的唐朝李世民呢他还有讲一句名言，他说铜镜可以整衣冠正直可以知虚非正人可以明是非，所以诗经里面都是在怎么样哪一个朝代哪一个皇帝做了对还是错还是怎么样一一的他都把它做了怎么样非常好的记载。为什么呢？因为旁边左右手有一个记事的有一个记述的
所以呢细眼的、细致的都把它记得一干二细清楚楚的所以才这样子第三部经呢，就是我们说得水易经了，所以你说得水最深的，所以已经真的不太好了解。可是为什么他还起一个名字叫易经呢？其实呢，懂得它就很简单，了解吗？东西我们不了解就困难嘛，他了解的话就简单。其实天底下的事情都是这样，你电脑不会，对不对？电脑白痴的话，我要碰它都不敢碰，那种发出来的线，整个都跳宕机了，那完蛋了。如果你懂的话，太简单了，对不对？你教你拿点干干净净的，要上网就上网，要找资料就找资料。所以其实东西都是怎样，不懂才困难，懂的话就非常的简单。要怎么去深入它？其实易经很好读，真的。不然它怎么叫易经？不然它应该叫南经有没有一本叫南经的？有有一本南经一学里就会有一本南经，那个应该念南经。所以有一本易经，所以易经应该比南经还要好读嘛。所以所谓的易经就是很容易的经，哇，太好了。所以这么容易的经都读不会的话，你也没有什么经可以读了。为什么没办法让人家这个很难切入的地方在哪里？因为它专有名词很多，专有名词而且它卦象很多，就是这个比较困难。而且呢，它有很多独立学项，有错卦、中卦、弟子卦、来生卦、乾坤正六卦，很多这个。可是呢，易经好了，也就是这个在变化，太好玩了。如果它都不会变化的话，就像我说出天这样子是吧？没有变化的话，它的怎么样？它的功力还是有限的。所以易经好就是好在这里，所以它是一本最好的哲学理论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当时孔老夫子他在怎样在72岁的时候，用他最老道的手法写下第10传。我们有10传其中有一个叫第10传，其实4传都是孔老夫子写的它里面最哲学理论的就是第10传，它里面有4000多年相当于本人的大德经所以这个值得我们去把它研究的。所以下回我们就来谈它剧情的因为呢非常的紧张，也非常的谨慎，所以呢陈老师很慈悲就带我飞过来这里看一下剧情。所以就看过去，我们那个大门是没有的大祭司们，这个是从哪里来的？知道吗？从我们易经里来的。如果有小本的，你们看，在第10传第3章第1节，易经必阳之谓道，信之者善也，成之者信也，诚信纯纯，大义之本就是这里来的。连我们大义都是从易经里面来的。第5章第1节，你慢慢看。道济天下，故不忧所以你看看，这里都是易经的眼光。所以你看，你不研究易经太可惜了所以呢，陈老师很慈悲呢，特别的征求了这一章所以非常的难得所以再来呢，我们再来研究易经呢，它代表中国人的3大本的一个圣经是哪3本？没有基本就是《论语》所以以前有人说，干过《论语》可以治天下。干过《论语》都可以治天下的，何况一本易经？所以以前的人要当宰相，没有读易经的话，对不起，没有资格。为什么？因为易经可以统治天下，可能是一个卦一个爻就可以真正的把天下治理好了，不用说干部努力所以易经它的威力就是这么强。所以呢，不管我们今天扮演的还是讲这个角色，言才的角色，只要我们懂易经的话，做谁跟自己保证。你的带动的手法，我们呢在推广的高的一些什么小细节各方面，你会觉得特别的灵用，而且在用材的方面呢，更是什么高人一等，因为那个易经都有功能强，所以他们功能强什么？该进则进，该退则退，动静不知其时，其道光灭，这个都是易经的妙理。它会读起。所以《论语》也非常好，因为它是怎么样？
入在我们的生活圈里当中。还有一本就是《道德经》嘛，大家都知道。这两本经呢，它正好，一本是孔子怎么样？他都有点还有跟所有弟子呢，在谈论当中，弟子把它记载下来了，就成就今天的一个主义了。也等于是孔子写的他说的。《道德经》呢是老子说的。他这两个圣人呢有什么不一样？孔子就是以进为退，老子呢他是以退为进，怎么样？这两个圣人很好玩，他觉得这两个一个以进为退，还有一个相反的。所以《论语》呢，他一篇就跟我们讲了：随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啊！人不知而不亦乐乎呢？这个都是落入在什么？我们过天里面的，过天就是要学习嘛。它是依什么？学者有就是天。为什么？以后可能会跟大家报告一下，有一个叫水天虚有卦水天那个天呢，虚卦是上面就是鱼，而下面呢就是鹅，所以它的鹅古文就是天的意思所以就是这样写而来的道德经你看，它就讲比较玄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它就怎样？它就比较先进的，比较玄一点的了。所以这两个圣人呢都有不同的一个性格。这道德经呢，目前是我们全世界公认最好的经典。因为怎么样呢？因为在那个有一次的一个盛会当中所有的研究人员呢，专业人员呢，他就来挑选世界上哪一本经影响人类最大。结果呢，那个博士研究人员呢，大家都在那里挑，所有的圣经佛教的什么经都翻出来了包括原著经都翻出来了。结果挑了10本，45经都在里面当中。结果要继续挑到最后呢，这个《道德经》就换手。所以你看，《道德经》可看性太好了，可是不太容易了解的。所以我可以跟大家讲，《道德经》老子他以前也研究易经所以在《道德经》里面的思想很多都是来自易经。不相信的话，以后呢，我们慢慢看懂，很多都是易经的内涵。孔老夫子呢，他以前也研究易经所以他有写了10义，所以呢，他把易经呢把它做圆满了。所以这个呢都是怎么样来自易经的一个内涵。所以《道德经》目前有5000多种版本。所以包括日文什么文很多。所以《道德经》目前是世界上公认的为第一号。再来一点就是我们易经了。所以你看，不管怎么从它的角度切，易经都排在里面，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今生今世没有研究易经那太可惜了。所以目前一共有5个，哪5个？功夫的，中国功夫。如果我们会中国功夫的话，你要去美国开荒那太好了。你不要抓2刀给他看，哇，已经太好了所以这个他们也很喜欢中国功夫而且中国的针灸他们也是很喜欢。你要你懂得针灸的话去那里要开荒，哇，你可以得到很多的善缘中文的，我们现在都一线的在追求，有没有？要读英文读日文读修文其实美国现在都在读中文。为什么呢？因为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嘛，所以他们现在是在打算了，以后要过来我们台湾还是中国大陆，所以他们现在是在学习中文所以他们现在那个小编辑都在学习呢。那一天后学看电视他说一曲3个月要1万多块的美金，一曲1万多块就是我们40几万的这样子他这样看，现在送小孩子去读中文，是不是所以现在很多人在排队，因为他有名额限制，20而已，其他都不接受了。所以现在有100多个人还在那排队所以计算一下，到美国去你要教中文太好太吃香了一方面可以赚大钱，一方面可以开荒户口太好了好，还有什么数学院？包括
造船啊什么，他们都很热哦，所以他们也喜欢我们中国人的东西。最喜欢的就是易经了，为什么呢？因为以前后学讲的脚踏船你都知道，以前就是由了造船长就是后学在台南读书的时候，就是有个船长，他呢可以呢，就是说什么每个国家都到过了，因为他的船呢到哪里他就在那里休息因为他跑了30几个国家，因为他是船长有一次呢，到不知道哪个地方去，结果呢下岸的时候碰到一个博士当地的博士就用当地的语言问他说：“你是中国人那太好了，请教一下，听说中国人都会易经，这个易经是怎么读你能不能教我这个造船长我有点欧美那种，我认为中国人既然不知道什么叫做易经，所以从那次的打击之后这个造船长回来就跑到直接跑去找后学的老师说赶快恶补所以他在上易经课的时候，比任何人都还要认真。为什么？我们人都是要这样被人家提讽之后才会认真的。你有这样被打一下都不会醒都是这样。而且还被外国人对易经要发现到底了所以外国人对今天呢都非常的用功所以呢，只要我们懂得易经的话，以后要把造船九州真的会尽我们一切之力好，易经呢，它是宇宙之书所以呢，易经分为什么3义？有不义，不义就是我们说的绝对的真理所以它很多的含义所在。所以我们说绝对的就是不义的，只是名词不一样的，其实呢，它的内涵都是一样。它有不义，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子类的无极，无极就是绝对的你有一写，你有两的，它们对待的。所以呢，这里的名词就是不义的。再来呢，就是简易，所谓简易就是很简单的易经所以呢，或者在这里鼓励大家，我们读易经不要很紧张，要很放松，要很快乐来学习或者外面我们这里的学员像告诉他们去那边，或者看他们上课的时候都很喜悦他们觉得奇怪，为什么他们那么喜悦因为他们听得懂如果没有求道的人来听易经或者跟你讲他们会有吃力因为或者在讲什么他们听不懂他就没办法契合他会有我们求过道的人来听一听那个真的是太简单了这个娱乐的课程我们会慢慢来讲，而且它是建议，什么叫做建议？天地底下所有的东西都是在变，唯有这种会变的不变，就叫真理，了解吗？天地底下每个事情都会变唯有这个会变的东西不会变，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真理所以它穷则变，变则空，空则久，久则永远。所以呢，它教我们怎么变的方法所以值得我们来看就近探讨易经的内容呢，它会有什么义理易经里面有一个内涵所在，也就是说或者刚刚讲的心法。所以我们要研读易经，不是要学习算命卜卦看阳宅看阴宅这个都不是可是易经都有教这个可是易经说你从哪个角度切进去，你就是可以掌握到它的重点所以我们呢就怎样从易理方面切进去，得到它的精髓。所以易经在跟我们讲什么，叫我们做什么，就是要以什么，以天地合其德，以世界合其理，以事实合其序，以鬼神合其宜，说的大人境界。所以易经说的大人境界就是佛、菩萨、圣人、真人的这个什么境界所以说只要你在易经里面看到大人2个字，都是在讲佛的境界所以易经是在告诉我们一个人成就正解不是叫我们去怎样赚什么100块200块人家算命卜卦这样子而已如果把易经这样太对不起自身了，真的是太对不起自身了好，易经因为它有变化的一个数目很多刚刚我们给南师也讲到了135就是9，428又加
半开始了。如果您有空的话，请你早一点来。为什么？因为或许连读经都是这样，不懂的赶快跑来问。因为我们这里会有很多的辅导人员他们很热心或者说要来这里学习他们说我也要来所以大家都一起来。他们来可以帮助互很多嘛，为什么？包括录影包括说大家有问题可以直接打开的，他们就是时光变得很熟的。随便一点天泽你就跑出来了。我们以后就是要变到这个火候这样子呢，这样子以后要把易经弄通那就很简单了。所以易经的范围太广了，它分为天文地理数理包括兵法军队以前的战争都是用什么？用易经呢？我们是这样他们为什么那么会概经？就是用易经来的包括那个定律都是这样子依照解释。为什么？如果今天我们学习中医还是西医，一定来研究易经。为什么？因为易经里面呢中医都是从易经里面出来的，包括紫微斗数包括西医的一些哲学包括中医的五行相生相克，这个都是易经里面的内涵所以易经无所不包，无所不放，所以他才讲一句话嘛：群经之首，放经之王。所以有点夸口，可是呢，真的是这样他还有什么四法？四法就是指示所以这个呢也稍微会讲一下。最重要就是跟我们有关系的宗教跟修道所以才可以切入到我们宗教里面，可以在我们修道修道当中呢，怎样运用的非常非常的融洽这个都是可以的好，第一个呢就是研究易经的好处各位学姐我们不用急着写因为本来有本子的，他就知道几位，所以呢就这个礼拜或者会带过来，你可以告诉我这些内容，好不好？要不然或者改练换有点紧张所以就背不是反复来的好，那真正研究易经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个，易经就知道嘛，所以我们修道就是可以改变命运这个是绝对的研究易经也是可以改变命运你知道，或者是先去研究易经，然后再去道场的呢，或者是这样子呢因为或者在29岁那时候人家说男孩子看到手是不好对不对？就是那一点真的不是的或者是这个引导或者是读易经的读了5年之后才进入道场，因为在易经里面找到道的好处，所以才开始进入道场，开始了解了一直到现在也将近20年了，岁月真的不饶人所以你看或者将近50岁了呢所以真的它可以改变命运。为什么？或者讲一个小插曲，我们就可以更了解。在马来西亚那边我们有一个道亲他在马来西亚有一个地方叫做马口他姓李李双木林的李他的名字非常的特殊他的正直正直皇帝下面那个正直你知道他这个人进入道场之后改变非常非常的大。他跟或谁讲他说以前他是当地的什么当地的黑社会老大，排行10名之内的，所以他们有10个拜把兄弟，都非常的凶悍，而且呢出门都不是带刀就是带长刀短刀不然呢就是带手枪，都是这样子的，天天的都是天天对然后不是打架，不是闹事胡作非为所以他有7个小孩子而且呢回去的时候打老婆打小孩所以只要他知道他的生意回来，老婆小孩子都走进去都不敢走出来他以前的生活是这样子可是呢人家引导他来求道之后他整个人生观都改变了整个改变了结果呢他也开始发现他心口无数，而且也设佛堂现在都有很好的一个规模了这是他在讲的或者听，所以他在那里回讲说，如果没有来进入道中的话，真的没办法改造经济而且他算一算10个兄弟结果
剩下自己一个人而已，因为其他酒都死掉了，不是怎样，喝酒不是伤肝啊，有的肝癌死掉了，有人被枪杀了，有人被砍死了，都是这样子，冤相报何时了呢？哦，所以他就很庆幸自己走入道中，才修办道。所以呢，他的自身就好像道中救他一样。所以呢，他在那个码头那边非常花心。他现在回去都不一样了，大家所有小朋友都跑出来迎接他。以前是回去的时候他就走回来，他现在回去的时候大家都在抱他。人生观就在这样子而已啊。好，他可以改恶向善的确为什么？因为他真正的可以改变我们一个人的一个命运了好，他可以趋吉避凶，或者讲一个很大你们知道，我们在那个台南年度记的时候就是有一个阿嬷，她已经70几岁了然后我们都叫她某某妈妈，她结果她很亲切。他70几岁不认识字可是呢，他很喜欢读易经，他因为当时候的老师是讲台语他听得懂，他说他只要听到易经，他就很高兴，他的心得怎么写？他的心得就写4个字而已我很高兴就分享。我觉得老师说哇，这是最高的境界啊！为什么？他已经心灵提升了他有一次呢，他就是去喷农药。他不懂70几岁了，结果呢，他又有点感冒，他又不舍得请人家帮他做工作结果就自己喷了。喷一喷之后呢，他的老婆会很体贴，拿着西瓜给他吃，他手又没有洗，然后就拿着西瓜吃了，让他烧高，结果就中毒了，当场中毒然后呢，他的这里的痰就卡住了，整个痰就硬化来了。所以呼吸很困难，就马上送去医院了。送去医院的时候，医院说赶快开刀。各位姐姐这里开刀那还得了如果不小心就一定哭哀哉可是他也不会听，等于说他听不懂。他自己会什么趋吉避凶所以他就起了一个卦。我们读到同的境界的时候，你不用看什么，你一讲你就卦出来了，就是这样。结果那一点刚好是天风后。天风过的卦如果就知道上面5个阳爻，下面的阴阳。然后呢，第一爻代表脚趾第二爻代表什么？小腿第三爻大腿第4爻肚子6爻心第6爻口它代表说如果我扛着我有遮盖的话，就是第6爻动，第6爻动变成了大过卦，大过卦就变成了棺材卦了。准死无疑所以他怎么说都不用开刀，不用，医生也求他，他的儿子也求他，他的先生也求他，他不要就是不要，为什么？他敢说他自己动到大过卦，动下去绝对这样子而他就是也先不要人家本来是医生在安慰那个病人他反正他在安慰医生他还会有点呼吸，可是被哽住很困难呼吸而已。医生不要紧我明天就会好了如果明天没有好我再开他好了你不用替我烦恼你的人都病了人家是医生在安慰病人，但是病人在安慰医生所以有修道的病人就是不一样在这里而且隔天之后我就要开刀了他说不要我要换医院，然后就赶快找另外一个医院转过去了。转过去的时候，那个医师没有开刀，结果他就用一支很长的莲花棒对着心脏的喉咙，结果他一咳就把那个痰咳出来了，结果就好了，不用开刀了，没事就这样子好了。所以你看，这是他自己个人自己的一条正面。所以你看看，所以这有多好，可以趋吉避凶所以呢，这个太好了而且它在先天也可以用，后天更可以用可以提升怎样心性。等一下呢，或者要修一个诗句给大家看。它是呢，我们在这种中级班有一个刘嘉庆他那个北野你知道吗？他不是只有读一点而已他所有上用64卦，把64卦算是在快手里面然后一手非常漂亮的
看为关系了。1年的功夫而已，真的让他的智慧大开啊！哦，所以你看，真正可以提升到我们心里啊，而且可以达到气运双修。为什么？因为易经里面的神规大法，可以让我们真正的通坎田领，达到了气也修、变也修。因为我们这一体就是气运双修最终的一体了，不是修运而已，不是修气而已，就是要内外内中外万都要齐全的所以呢，我们来看看他的文章，就是这个你看看这个叫做贯所知就是说乾卦在之有没有？他说乾刚自强95尊就是把乾卦的整个含义讲出来的，过一遍了吧？而且不是这样子，说每个卦都有你看只有出一点而已所以呢，他这个或者说你太厉害，以后才太厉害了所以你看乾坤屯猛虚宋书仪小序地太极同人上游天域，没有？第一个是说卦，所以他又把后面这一点很有诗所以或者说你的境界这么高，太好了。所以或者在讲这个有时候真的有点什么萎缩奇怪怎么或者讲他又听不懂呢？是不是讲错了，还是说表达不好呢？看到他的文章真的这太稀松不可言了。为什么？毕竟有的是一人所以你看这个第一个字呢都是什么卦这个都是卦这里还有它有64卦，所以它就有64卦而且呢都是七句7个字为句这个都是好。你看看这一句到七句都是63卦，未必64卦，所以你看地气96爻辞反够意思的吧？未尽子令成宴行所以你看他已经把64卦的经网都写出来了，1点而已呢，所以这个易经可以让我们心里真正的提升不会太差的所以孔子跟我们讲，义是什么东西何谓而已是什么？开悟成悟冒天下之道，直之而已所以你看看义有什么好处，就是这一句话做代表所以你看以前的圣人他是怎么样用义来通天下之事呢？而且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所以你看，所以以前的圣人大部分差不多每个人都都有言无一经，天天律、破天律，有没有？还有雷山律、归藏律，这个都是包括皇帝他们都有无一经的所以呢这个所以你看到这里呢，就是易经真正太好了，可是呢它是是给我们君子人来用的，不是小人来谋福利的。所以希望大家学了易经之后，不要去我们白有人将木下寡，或者是或者会将各位讲的这些方法交代这样子会被我们老师打屁股所以绝对不能做这件事情因为或者在台南读易经老师也是这样交代好，看易经呢跟道是离不开的，是绝对符合的。所以或者呢要播一个我们心意呢，就是有一次学界的三菜班所以老师讲到脾气非常很重要的事情，所以要播给大家来看因为呢他都惦记了我们的浅显所以这一场呢总共有500多个因为徒儿入本总是那么的疼心，又满腹怨力，但每每徒儿出班，总是那么的无法把持自己，道场见也。世间真的那么让徒儿颠倒吗？
让徒儿烦恼吗？流行真的那么让徒儿引诱吗？不止，真的那么让徒儿追求吗？为是真相天天开翻啊！因为徒儿们都只有在入班的当下，才能够感觉身心灵的平安。因为徒儿只有在入班的当下，才能激发自人勇的非凡。纵然是在这2天的课程当中，徒儿们听课的状态大部分都处于半梦半醒之间徒儿醒了吗？醒了吗？醒了。是这一段。他说：世间真的那么让徒儿颠倒吗？生活真的那么让徒儿烦恼吗？流行真的那么让徒儿引诱吗？物质真的那么让徒儿追求吗？所以他交代一句非常非常重要的话，他说怎么样？修道修自己，办道办大体，体会到是这一句话。所以这一句话太价值了。所以今天为什么要来研究一经，就是要达到这种的境界。修道修自己就是内证的功夫，办道办大体就是什么？就是外望的功夫了。所以呢我们来做一个结论地公佛我跟你讲，有真的真谛的时候，才可以稳定道场；有真的智慧的时候，才可以突破难关；有真的实力的时候，才可以独山遨走有真的修为的时候，才可以真正的超脱。所以我们目标是不是超脱？真的是要超脱。好，我们怎么来超脱？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歌，就是天堂见。所以我们一经做什么？就是要看各位前贤从一直有，然后开始见，天堂见，变成什么？变成是非常漂亮的蝴蝶。从凡夫变成君子，从君子变成贤人，从贤人变成圣人，所以这叫做天堂见，对吧？所以你看或者用心良苦所以今天一定要让大家天堂见才可以而且这里面的内涵很好，因为呢，它里面在写的说，我们从金光极乐世界那里来我们逐渐而来，可是我们在那里体验，我们有没有把它忘记了啦？老师都在那里等我们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一起来看，请各位贤姐用你的真心一起来看。你看天堂见，各位到了一般之后，大家就会天堂见
最后恭祝大家身体健康，法体丰满，道路宏展，感谢慈悲，谢谢。